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烤肉饼，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叔。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咱台湾差不多12万对的翁仔某结婚，同时嘛有5万3千几对的翁仔某离婚。离婚的比率在亚洲国家排第2，敢若输予中国。这种社会现象，若讲予以前的台湾人听，因一定会感觉足喊过，都咧娶无某啊，哪有可能凊凊彩彩就来离缘？佮再讲，嫁娶是一世人的代志，一旦拜过天地，翁仔某2个人就是斗阵行到人生的尾站，罕会有人中途讲要扯。若真正离缘，绝对是全真的大新闻。今仔日旁远的故事，咱们来讲一个古早农业社会离缘的事件。代志的起头甲结局，可能会互你料想未到。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明仁的参庄浪漫纪事离缘。美国第一篇小说家O. Henry 写过一篇关系翁某要离婚的故事。讲伫中南部的 Tennessee 有一对住伫山内的翁仔某，去法院要求要办离婚手续。伫法官面前互相斗对方真害，根本无法度搁生活斗阵。伊足无责无任，一感觉走甲无看的人，厝内工课拢放互我做。也无看伊有趁啥物钱，拢毋知伫外口变啥梦。伊足无良心的，即摆外面时机遐歹，我逐工透早出门，拼甲日头落山，才互即个家有通3顿饱。伊还未满足，嫌我含慢趁钱，坐咧拢毋知徛咧艰苦。我坐咧，啊无饭是谁在煮，衫是谁在洗，精神啊是谁在饲，洗碗池、油涂骹、款衫顿。倒一项工课会当用坐？啊，我是譬如啦，法官大人，你看伊有烦无？嘿啦，我就是烦啦，才会目睭爬无金，嫁互你这个青仔粽啦。好啊好啊，莫会阁吵啦。既然离婚确实是恁双人的意愿，安尼交5块元的手续了，我就开一张正式官方的离婚文件互恁。5块银。做翁婿总财产拄好是一张摇佩佩5块的银票，就交予法官。法官大人，5块银交你。好，我来开文件。法官大人，我有一项请求。哦，什么请求？你讲。阮结婚斗阵10个月冬，只是无地去。
检差就爱去个较深山遐，我靠我的大兄过日。毋过要行遐远的路途，应该爱有一双鞋仔通穿，嘛着顺续买一领外衫。确实有需要。啊，你的请求是？我要求阮翁爱互我5块银做离婚后的补贴。我感觉这项要求真公道。先生，你爱照恁太太毋是，是照恁前某的请求，摕5块银予伊。法官大人，我身躯已经无半仙啦。安尼要安怎？你互我冤一工啊！明仔载凡事我会当倾出这笔钱。无好啦，恁的离婚文件先放伫遮，听后你当面付出5块，安尼才有算手续完毕。执法者为着今仔日有5块的收入，下班的时心情欢喜，想袂到中途拄着抢匪，甲迄5块劫去。还灯工，迄对翁某正式过来，因伫城内朋友兜暂居一暝尔。翁婿当法官的面，验出一张摇佩佩5块银票出来，交互因某。法官嘛甲文件发互因。翁某3时的时，某惊翁一寡生活细节袂晓，交代伊真侪日常杂事。讲到尾，才知两人拢是咧讲气话，根本拢无真正想要离婚。法官警告因讲：恁两人即时已经毋是法定的翁某关系，若搁住做伙，是会违法咯。会违法？啊，你要安怎办？除非恁搁订办一届结婚，毋过爱搁交5块办手续。买手，因某搁甲迄张5块的纸票交出来，做办结婚手续的料金。迄对阿某才欢喜转去内山。这是一篇阿独啊古典的离婚故事。假使你袂介意，袂要紧，我会使阁讲另外一个台湾的故。迄同款是参政翁某的离婚事件。毋过台语甲离婚叫做离缘，就是无缘了后，阁着爱离开生活环境的一切。离缘是两个人的代志。这对翁某毋是社会有啥物名声的人，大家要无介熟悉。我应该先甲因介绍一下。你敢捌听过准寮啊？这个所在，凡说你知，毋过无的确就是我要讲的这个庄头。台湾同款地号名的是满四国，我讲的准寮啊是婚仔社大的迄庄。你毋捌婚仔社？五婚是为日本时代就做保证的新事，为着准存因。拢叫伊婚仔社。婚仔社一生钱势交庄，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无啥事会互伊操烦看心。干那一个万仔查某囝连滴，真甲伊灵滴。婚仔社三个后生拢真有出头，栽培去日本读册。未来毋是医生，就是辩护士。这个连弟毋知出世的死神冲煞着啥物，真恶教师。自细汉就爱耍，读册是派册牌啊对送的。国校出业了，同学就去学剃头。啥？你要去学剃头？是啊。对也毋对，连弟啊，你是毋捌听人讲天下第一衰？剃头分过吹哦！我堂堂五分的查某囝，要去甲人学剃头，讲出去敢会听得？爸，即马什么时代啊？恁的想法哪会搁遮古板？搁再讲，若大家拢嫌剃头这道歹，无人要学剃头，后摆你的头毛是要叫啥人剃？你好啦好啦，伊欢喜就好。
要学，互伊去学，总比食饱闲闲无代志做较好啦。你哦，查某囝拢互你生歹气啊！多谢阿母，多谢阿爸。厝人本体是无应准，毋过连弟自来也性格伤骄，爱风就风，讲雨就马有雨，要随在伊去也袂得。学万般功夫，拢着3年4个月才会出师。剃头嘛同款，连伫头啊兴兴，尾啊拧拧，几工心适应过了，愈想愈无趣味。师傅阁甲伊讲：学剃头毋是亲像你想的遐简单，一支刀来剑剑杀咧手里，人客甲面甲规粒头壳交互你，无用心斟酌，免哪会使。连弟无迄款耐心。无到1个月，就落跑，转去食家己。这个姑娘啊，伫迄个时代来讲，会使讲是伤过活跳，骑一台红记记的铁马四过去，无一个死用，嘛去学裁缝做洋装，百货店做店员，戏台卖票，顾口兼顾铁马。对戏班去要学歌戏，会使讲人若少就去，无所不至。无一道功夫学有出师上手的。加在厝里无欠伊斗趁钱，婚仔社也着准青面臭耳，顾在伊心适兴起舞。目一个呢，倒也18岁啊，愈大汉耍愈水。附近一寡少年啊，若好心想要担臭粒啊。行脚到的所在，就对咧赢飞。老爷，按怎无行，搁安尼佚佗落去，今早晚会互人怪去哦。哪有法度？拢嘛互你先害去的。唉，我烦恼伊毋知会做出啥物见笑代无，连去较早嫁过咧，凡说做人的新妇，较会定着也无一定。啊无。咱来用毋通无替连弟想一个好对象，嫁过了嘛好，较毋免留伫厝呢，一工甲毋甲我连弟。你哦，话莫讲伤早，死到查某囝若嫁，看相会较毋甘哦。我才袂咧，哼。婚仔社有伊的社会行情，目头生性会较悬。按算要甲查某囝做互门风较相当的，讲是布上添布，贵搁较贵，总是嘛为连弟的幸福设想。哪知连弟煞去介意着一个卖卖鸡汤的贩仔，骑伊的拍铁马对卖卖鸡汤的，一庄一庄玲珑说，婚仔社替伊找囝婿条件真好，伊就是无爱。先甲囥，都袂翻车，搁应嘴应舌讲：你敢若知影钱甲地位，无感情是要安怎做翁某？哎哟，戆查某囝的感情会使当做翁某以后，才慢慢培养啊。当我嫁恁老爸时，敢就有感情？感情是会使做饭食哟。你嫁互卖卖鸡汤的。是要等到什么时阵才会好个？我甘愿嫁散人，3顿食糜配菜脯，才无咧嫁到好野散咧。你哪有影遐介意？为何你甲伊嫁？你甲听看卖咧，讲迄是啥物话啦？连弟啊，你毋通遐尼囡仔性啦！结婚是一世人的代志，袂使学白滚耍笑。我无咧滚耍笑，看两个阿嫂嫁来咱兜。连讲话都毋敢伤大声，实在可怜。我绝对毋嫁互好野人做新妇。你到尾，老爸切心下当话讲，甲你安排一条好好路，你毋行，爱死，免行无几通做。
归去，甲你嫁互一个上善、上毋正样的，看你会后悔袂？哼，更较善的，莫赢你迄个少爷。甲准疗啊比起来，伫位啊即个装名应该更较普遍。我讲的即装离准疗啊差不多骑铁马40分钟久，算起来是共关无共乡镇。伫位啊较单纯，无亲像婚仔社即款大粒人物，毋过嘛有像阿文哥即款怪人。阿文哥因兜实做少，才3分土地，算宋乡人。伊大部分的时拢会找空找芳，加减趁寡补贴家用。迄时的庄脚要找趁钱的工是真缺，布蚕、烧草、挂稻啊，拢是大家相放伴。无钱通趁，结果是甲人洗田、拖甘蔗，步步拢着挖靠牛。人甲牛的关系真亲。若讲到阿文哥的日子，甲伊的牛是无啥争差。做暝做日，比牛较忝。我听厝边讲着阿文，拢是笑笑讲，迄只牛。庄脚人较早嫁娶，阿文岁头食到20外，还阁做罗汉脚，毋是因兜田做少散食。迄阵颠倒是田大片的，咧学娶有某。伫无时间自由乱来的时代。拢是黄男婆仔斗相报，了后安排男女对看，即摆的话叫做相亲。阿文人扮散，搁报扮，搁生做狗狗啊！若要互姑娘仔看会介意，较晦气。婚仔社为要哈查某囝连枝，专工拜托庄内的黄男婆仔找一个较歹看头的查甫人。即个阿文拄好有合格。叫连枝家己去伫位仔庄看，讲若毋听老爸的话，归去就甲嫁互阿文。迄时连枝对迄个卖艺糕的拄原啊无趣味啊，煞喙就应讲：免看，嫁相拢好。阿文带着婚仔社的千金小姐连枝，是附近几若个庄头上大条的新闻。真侪原本就咧介意连枝的少年家啊，煞拢咧怨叹爸仔母，甲家己生相缘投。厝里嘛伤侪惨远，才会失去即个机会。嘛有人目孔赤，尻川后因为讲，水某恶过啦，即个妖娇的连枝，今早晚会讨客兄对人走。到时阿文嘛是阁无某无交，交山啊变乌龟。婚仔社无收阿文的聘金，嘛无嫁嫁妆互连枝。看会到的，简单迄代陪伊青春时代的红铁马仔尔。结婚了，阿文因爸母原本住正新，为要互即个好野人新妇有较好的房，专工扭出来。两公婆仔搬去住另外搭的叶仔，看到新妇无啥嫁妆，煞有寡反悔。连枝嫁互阿文，讲来伊嘛是亲像较早学师的安尼的心情，感觉心失幸。头几工欢喜欢喜，无论啥物代志，都要问甲一个真。阿文去做工课嘛，拢要对伊去。伫位仔庄，定定看到伊坐伫阿文哥的牛车顶，甲伊有讲有笑。为虾米有人要捡牛屎？牛屎有真侪路用啊。有虾米路用？会使燃火，嘛会使起厝。真的啊假？真的啊，阮兜的壁都是牛屎糊的。哟，有够太哥！哈哈哈！有时也红铁马骑咧，田野小路撞来撞去。阿文，连枝，庄邻的人即阵才感觉阿文哥实在是高人毋惊高温。
自来庄林还无人娶过这尔歹的新娘。过差不多正个月，伫一个有出月娘的半暝，莲弟家己骑铁马转去后头厝。阿母，莲弟，你哪会三更半暝走转来？阿文呢？伊无来啦，干那我家己转来。哈？你家己一个转来？因阿母感觉怪奇。自伊嫁出门，为着婚仔社要咧受气，连头等客都无来去，哪会只是家己转来？敢会发生啥物代志？你和阿文是安怎哟？无安怎啦，辉弟，我无要转去啊，我要搬转来厝里住。你讲啥？莲弟讲是无要过去伫位阿文因兜啊，伊要换过住厝里。反正讲透早，阿文就找来到准寮啊，讲要带因某转去。只是婚仔社无关心嘛袂使的，甲两个少年人叫来问，看是啥代志咧冤家，哪会舞甲即款型？莲弟，你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阿文伊甲我欺负啦！哈？阿文欺负你？你好大胆！爸，我无啦。无？啊无莲弟哪会三更半暝家己走转来？你甲阿爸讲，阿文是安怎欺负你？哎呀，辉弟，我绝对无要搁住因兜啦！问伊安怎讲伊，佮面红红讲袂出嘴。买手甲因两个分开问，由婚仔社问囝婿，阿母问查某囝，才知莲弟毋知结婚真正的意义，甲婚姻当作较早去学西安尼，暗时无爱甲翁婿困做伙。深头啊，我想讲莲弟是新婚的少女，惊歹势，我倒也无想甲勉强，规个月拢厝被困涂骹。甲眠床让互伊困，昨暝我困到半暝，想讲代志无起一个头嘛袂使，就爬起眠床要揽莲弟，哪知伊煞着惊，随便咧弄。婚仔社即时才知查某囝要过囡仔性，讲甲即个莲弟吼，拢是互因老母生歹气的。这款代志拢无甲教，莫怪婚姻的义务都毋知。两翁某拢劝莲弟爱对阿文转去。莲弟啊，但你即嘛是人兜的新妇啊，阮做后头的嘛无法度。当初嘛是你家己答应要嫁，较认份的，对阿文转去啦。我无爱啦。阿文若是要搁甲我困做伙，我死都毋转去因兜啊！你一个查某囡仔，哪会遮毋捌代志？莲弟啊，代志到遮来啊！婚仔社头壳摸咧烧，佮要是毋甘即个毋知世事的查某囝，就叫阿文先转去，讲要看看劝莲弟。这个婚姻的结局要是无成，婚仔社用2分土地予阿文，甲伊回息的陪做，双方办离言。阿文哥本地是毋愿，毋过规尾也是故意人，想讲上无迄段日子，甲莲弟嘛过甲真快乐。虽望无做过真正的翁某，
上少嘛算是好朋友，就答应啊。连伫尾仔嘛有嫁人，迄是过3年的代志。听讲是家己自由恋来的一个国民学校的先生，帖仔阁放互阿文，阿文毋捌字，去问厝边，人甲伊讲：是你迄个李妍的某要结婚啊，放帖仔来。哦，是连弟放帖仔来哦。阿文应人讲：阮毋是李妍。阮是无红无缘，安怎？你要去互你迄个无缘的某请无？当然嘛袂。听讲阿文真正有去食新娘酒，连弟看到伊真欢喜，牵伊去坐贵宾桌，就当作上好的朋友安尼款待。照老一辈的人讲，阿文是伫位安庄头一个离过缘的人。今仔日的广播剧《李妍》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校正，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王庆之担任口碑。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连弟郑义杰演出，阿文哥吴雕祥演出，连弟的老爸林依婷演出，连弟的老母吴素仪演出，剃头师傅洪昭文演出，法官王家仁演出。要办离婚的翁关凯欣演出，要办离婚的某陈丽文演出，厝边洪昭文、叶宪君演出。暖暖十门溪。今仔日要来教闽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丹露、慧玲。上来去咱先来听头这篇故事的感想。大家平安，我是闹台语随书台语社的主持人阿关。这篇李妍我读了，迄个表情就是微微啊笑啊，心肝内感觉笑了安尼啊。想到这，毋对呢，这是咧讲李妍的代志呢，哪会互我有这种感觉？上落尾啊，阿文啊，伊讲即句话吼，正就是答案。伊讲，阮毋是李妍哦，阮是无红无缘。啊，搁来就是，其实即个李妍毋是干那李妍尔，是李妍的人，因会接受到社会足侪压力，啊，搁有迄个父权思想的束缚。我捌听一个女性的亲戚讲，因翁就是去法院要来告离婚，毋过伊就感觉讲，第一伊无说毋对代，第二伊无爱离婚啊，伊无爱离婚啊，因为伊若8年了后要安怎？伊安尼讲啊，因为两边的新主牌啊拢无伊的名，伊要去对，所以这就是一种较早啦，可能是我顶一代因的社会观念束缚，就是安尼。所以这拍故事，我就想讲，啊若换做是一个
经济较落弱势，甚至是女性，还是讲地位较弱势诶女性，变做是向离缘的对象，可能这个状况就毋是像这篇故事内底，就天差地啊。我是为了大家平安，我住伫国，来看这篇我嘛真感觉趣味的所在，佫感觉真感佩这阿金先伊的进步的想法。因为一般来讲，咱讲到台湾来讲到语言大家就感觉拢感觉真悲剧啊，真无好啊，是安怎？但是我感觉最后伊安排讲，这个真有主体性，这个女主角就是甲这个。伊家己无啥熟悉，敢若趣味景的即个翁来理言，佫会使理成功。因为踮咧台湾社会，感觉敢若较袂安尼。我家己的感想是，要安讲，结婚是当然大家的祝福，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理言即件代志，佫应该佫互人佫较济祝福，因为当事人因家己已经有即个想法，感觉无下来理言，所以。这个祝福，我个人感觉讲，应该比结婚的时阵更加爱甲因祝福，爱开 party 的对。会平安，对，迄 party 可能爱开更较大嘿，所以我感觉这篇写的有迄个进步，迄观念真进步迄种感觉，敢若嘛会使传领着咱的听众，对这男女的感情会使安尼来想。好恁平安吼。这篇故事就是我读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迄个美国一个当年戏剧，就是叫做 Friends， 就是迄个戏剧内底，伊就是六个朋友有查甫查某就是逐工咧发生有一寡有诶无诶代志，有笑亏嘛有迄种艰苦嘛有拢有，就是我读起来就是种感觉足轻松。就像头前有志讲的，就是读了你会感觉微微笑咧，心内笑乐，就是足舒畅足亲切安尼。其实我感觉这个标题叫做理言，看起来是一个足叮当。不过实际上就是阿仁伫这个故事内底是把这个连地的个性写甲真活跳，就是讲伊若像就是伫美国大汉迄种，伊大汉的环境就是足自由。啥物代志拢想要目者，伊无去目者，讲哇，足艰苦，足无甘愿。伊即种个性，毋过讲到结婚即件代志的时阵，就是伊的观念是完全无共，伊的行为、伊的决定拢是咧讨绑，拢咧解开即种束缚。互读者读起来就会讲，我真就爽。因为尤其是伫台湾的即种传统观念内底，也是讲所谓即种亚洲价值观瓦紧的，就是。拢爱顾虑足济，这袂使，迄袂使，爱顾着是大人顾着囡仔，顾着对方的家庭，这种足济束缚。毋过其实连地就是若像咧行电脑病，而且伊拢是调过伊要去甲遮物件偷开。我感觉就是互，尤其是受即种传统价值观影响的社会内底的人，感觉足爽快。上落尾阿文这个角色，我嘛感觉真趣味。伊互我想到迄个 Forrest Gump 即个电影内底迄个主角，就是戆直就戆直。毋过伊是天公仔囝，就是毋管代志安怎发展，上落尾伊拢原来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就解决啦。我感觉即种人即马伫现代社会真正是真罕伫拄着，若有拄着爱好好甲伊报销。大家平安，我是住伫台北的慧玲。李岩这个故事地点有两个所在，是伫咧准寮甲德维亚庄。这两个庄头伫倒位咧？阿仁先无讲，敢若讲准寮是分社大的迄庄，德维亚庄是伫准寮社铁马爱40分钟的所在。所以咱毋知影这两个庄头到底伫倒一个县市。阿仁先伊强调讲。台湾的号名同款的满世界，无要互即个故事背景搭伫某一个县市还是乡镇。我想这应该是阿仁先伊调译过，因为拍片的故事毋是单单发生伫某一个庄头，是规台湾拢是。我前一阵仔听 podcast
卡亚一声，伊小解中华文学，互伊点名的作家有吴胜洪醒夫、宋泽来、林双布、李昂等等。阿仁先伊中华人卡亚煞无点伊的名，我感觉原因应该是阿仁先的小说，咱看袂出伊在写中华。吴胜伊写溪州，李昂写鹿港，地点真清楚。阿仁先超工无要甲旁的故事设伫某秘所在，文学评论者无法度甲分类。阿仁先伊的作品都减一个有人熟悉的机会。即款写作的手路，敢会使讲嘛是为着艺术来牺牲咧？第号名条我连迪即个名嘛介趣味。连迪即款名就反映应早咱台湾社会用查甫囝来传授书即款观念英国查某囡仔叫招弟这真事上就是要招小弟。婚社已经有3个后生其实就因就毋免搁招弟毋过伊是甲伊查某囝号做连弟，要连续有小弟。伫即个故事，连弟就甲因老爸连弟真先就算这话音的趣味，我感觉真奇卡。另外我真介意这内面讲这剃头师傅甲连弟讲的话，讲一支刀来剑剑，人客甲面甲规粒头交互你，无用心斟酌哪会使？真先伊即篇毋若是写应早职业甲嫁娶的方式，嘛写咱做代志照起工的价值观。做工的人因看重家己，做代志真认真，咱袂使因为因切贪无济就看人无。好，咱感谢4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下来，咱来听作者闵仁先的回应。第一啦这个语言是写伫我语言的时代啦，这篇语言是写我语言的时代啦，表示讲我语言了嘛，真快乐啦。第二，这个连弟是纪念我一个，就是黄兆东先生的夫人的名，因某的名。因为我去互伊招海过，互伊准备招海过，我头个甲伊的名写伫遮做纪念，当然个性毋是伊啦，我头个甲伊的名写伫遮啦。黄兆东无去食连弟啦，这第二个。第三个台湾人对台语文学拢无算文学啦。迄个我旁的故事90%是写中华的啦，90%是写中华，但是我写真头啦，因拢模模糊糊啦，我拢是真头啦，拢毋知啦。有人刻意歹甲我的作品伫中华馆出现，伫中华馆较早什么选拢无陈明仁啦，是安怎？有人无互陈这个名走出来啦，有人啦，原因我可能不便讲啦，所以讲有人较好是我故事原因看卡，所以无爱互我名。较早若陈明仁，中华馆拢无陈明仁，即马嘛无，中华馆的迄个嘛无陈明仁啦。我写我内面有8到10%写，我的文学拢要写台，包括文学选有无，拢写中华啦，8到10%啦，拢有啦。我的作品上济，因就袂晓看台文啊，嘛有人有心操作啦。我嘛无需要防灾，因为我是咧做工，我唔是做防灾。好，感谢闵仁先。接下来是咱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仁先的问题。有一个介硬约的问题，想要请教阿玲，就是讲故事内面连弟毋知影结婚真正意义因阿爸佮怪因阿母讲哪会无成得嫁是讲古早的时阵嘛无啥物健康教育课嘛无几个通查敢是真正爱靠爸母去甲因嫁迄个当然结婚了爱做啥物？老母主要是较早咧教育拢是母，即嘛共款啦。囡仔教育拢徛伫老母的思想啦，老爸较少参与啦。这自古拢安尼啦。所以就无甲伊讲结婚是安怎像咱台湾嘛作咸高中也无性教育这应该高中在教的物件，
甲行正常化有无？因基层其他国家无重视，这是人类上重要的行为啊！啊，大家官人拢错误啊！我读初中的时候，读初中一年啊，有一个叫生理卫生，我较早啦，是生理卫生啦，有一个课啦，叫读初中哦，初一年有一课生理卫生。啊，讲我第8章就是咧讲性器官啊上嘅代志，啊老师就超过无教生理卫生嘅课啦。上8章就是讲咱嘅性器官嘅代志啦，介绍性器官啊，遮个物件啦。啊，结果拢人过无教，出来教迄是另外一个家庭教育嘛，好小好教育嘛，迄无共款的教嘅物件无共款嘛。出来一教就是讲像迄落老多唱阿嬷的话有无？做人啊，进步就带道理，迄条歌你知无？啊，就是讲做人进步的义务啊。啊，你嘛是爱讲你去做人进步爱安怎啊？爱尴尬啊！你知影？恁遮女性拢你毋知影？恁老母较早要嫁养落可怜嘞，去到高照杀人群啊，逐人拢惊，迄心理偌恐怖，你敢知？啊，规家伙啊，干你一个人外人呢？啊，逐项拢互你，工课拢白掉你呢。阮母也有捌甲我讲过，嘿，就是伊讲伊足惊迄个过年要转去食围炉，因为食饱了就爱，因为阮爸有2个兄弟嘛，所以总共3个人啊，人有较济啊，迄个围炉的迄个盘啊、碗啊、鼎啊，就敢若2个人咧洗。阮的阿姆甲阮母啊2个人要洗所有的碗。因为食饱了啊，就是大家就转去看电视啊，就是坐咧遐，嘿，所以阮母啊讲伊逐摆拢足惊，所以买手伊拢食饱了就紧转台北啊，无要踮宜兰。因东遐毋是有一个调叫做牛尾盘，迄个调就是查某囡仔要出嫁，前一暝啊，老母啊，搁有这厝边咧亲戚，到的拢是查某啊唱互迄个新娘听的，啊，迄个调就足悲哀的，足好听无足悲哀的。我感觉就是查某囡仔要出嫁去到一个完全无熟悉的家族，迄种感觉。我简单是要问一个，讲头啊，即个铺排啊，用即个欧洲这边的即个故事来讲，啊，是安怎要安尼来用？即个另外一个足远啊无共款的故事，啊，再来写你真正的故事，因为你要写一种较进步这种观念嘛，吼，语言嘛，啊，语言阁有好结局，啊，所以是毋是有即个想法讲，后啊来用另外一个完全无共款，啊，共款是语言的即个欧洲的故事来先甲大家讲一下安尼。迄是O Henry的小说啊，应该做出名啊 ，O Henry 啊。啊，这阿某做伙，但是意见袂合真济啊。啊，但是自我无来语言呐，啊，尾我无来是安尼，啊，你后才知影讲根本就无语言啊。以前我做讲语言啊，这就是讲因的别人的语言方式啊，先讲别人的语言方式啊。啊，以前我多讲语言啊，做一个参考就对啊。一个对比。其实即炮我家己是读了足深刻啊，毋过拄则听大家安尼讨论落来，其实我是无啥物问题，毋过我想要替阮母啊讲寡话啦，就是阮母啊真正是自我开始对伊咧想啥有兴趣了，我一直感觉讲阮母啊足反对传统的家庭价值，尤其是迄种爱教迄个阮阿公阿嬷，就是去甲因照顾，是讲去陪因即件代志啊。包括陪墓啊，遐传统的仪式，其实阮母啊，私底下较无介意，嘿，啊，互我感觉嘛，讲伊有了啊摆脱的感觉，啊，以前我真无法度理解，而且我会感觉讲，较徛伫阮爸即边，讲你哪会拢无爱去找阿公阿嬷呢？我感觉即篇有互我较会当去理解着阮母啊的心情，嘿，啊，虽然讲甲阮母啊。有一寡就价值观立场无介合啦，毋过就是为即篇我会当去理解着阮母啊的心情是安怎，以早阮细汉时会有即种较摆脱的迄种反应，嘿，
嘛较会当理解，我嘛真望阮母啊会当来读这篇，伊一定会感觉讲哦，阿真家己心情完全写出来，伊会感觉足对，会当讨伊迄种以前迄种郁卒的心情咧。伫遮嘛替阮母啊感谢阿真。拍迄个故事内面有两位千金小姐，一位是来秀，一位就是这个莲池。我想讲，1950年代、60年代伫台湾，查某囡仔应该有去学校读册，嘛有真侪亲戚50啊，厝边隔壁，所以结婚生囝，佮有讲做田人因靠天食饭，省到要互鬼掠去，迄种艰苦。这种代志，好家人家的小姐，家囝嘛应该捌过。这故事内面两个千金小姐，拢是互因爸母想甲完全毋捌世事，母甲最后是爱靠老爸出面用田地来解决，是安怎？这两个千金小姐的角色，拢共即款型，所以来请教阿仁先。跟咱无啥共款哦。咱只是，伊是敢若甲对个欢喜，拄单独讲啊真对啦。伊敢若较先结婚的理念来愈深啦。来说也是对家己个性命的存在发生怀疑啊。这个教育无关系啦，啊，这个无关系啦。但是伊拢是生活较富裕的人啦。一般人对这食三顿，做事都袂富啊，哪有这物件？就是有环境好诶，毋才有条件人安尼想去做迄个说话认知，就逐项要去学啊，伊就奉献啊，活骨啊，对吧？来说就是讲，我可能有啥无，敢若安尼，可能有啥无满足安尼啊，所以我阁想要拄三寸吼，咱做啥物安尼，无共款诶，因两个是完全无共款诶啦。毋过这两个因拢完全毋知影讲做田人生活诶艰苦，因拢嫁互做田人嘛无啥要紧，对这无要无理最后故事拢是因诶老爸用田来解决。无要安怎？迄个时代无要安怎？无其他方法啦。土地啊，这民间农村就干土地人解决啦，无要其他问题。有诶人嫁一个互人，会嫁互人哪要紧？迄个社会过来管就是土地上简单诶啦。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面人生的精彩交流。上尾咱邀请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李岩这篇这方面伊内底有一寡这个形容的描写介趣味介心情毋过其实讲实在，伊这篇的这个内容呢虽然讲介济讲主要讲趣味形容的描写形容，毋过事实上伊会当讲是一个对男女翁仔某的迄款真微妙的，可能真细毋过其实是真幼佮真活的描写，我感觉是安尼虽然是咧讲李岩，毋过伊这个李岩可能甲咱现代的想象的迄个故事剧情其实是真无共啦一方面嘛是有描写即个向时这个古早时代向时的即种好野人对查某囝这个要嫁啥物人即款的期待烦恼到落尾就是挑工，有一点仔挑工要去教死这个查某囝，这个千金啦要教死这个千金，但是当然毋是真正要互伊不幸啦，但是问题是讲伊这个要教死的想法，想讲要教乖安尼无想到讲这查某囡仔这个千金也是无要听话无要听话但是嘛是足天真呢，想讲我就是好，我就嫁一个安怎的人我就是无要照你的，你要甲我安排我拢无爱毋免照家己的。虽然照家己的到落尾，那像暂时来看，那像无成功。毋过我感觉重点是伫即个过程中，对即个查某囡仔
伊迄个个性迄种真活泼，毋过佫是真，你嘛会当讲有搞怪的部分嘛讲天真的部分拢有啦。就讲对这个查某囡仔的即款个性做法表情啥物这个描写其实写甲诚有啦毋过到落尾有一寡变化这个变化嘛是会使讲有可能这嘛反映出讲作者的描写是少年时代较少岁时代的想法，到落尾其实嘛是逐渐会有愈来愈大汉会有一寡变化的想法。我感觉这是一篇诚趣味的非典型的咧写离言的小说。暖暖专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这出广播剧内面有讲到活跳、野马，还佫有要死免惊无鬼通做。所以今日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广西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活跳，即摆嘛是较少人讲活跳，较侪人讲活泼。这内底有讲到爱死免惊无鬼通做，我想到的是讲敢死免惊无鬼通做。过来，我一个特别习团的词野马，野马就是正身边仔所起的，毋是互人较细间的房间，嘛人讲野马，野马是正身孵出来的细间厝。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厝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客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营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家比物语》，欢迎准时收听。
的